亲爱的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哦！今日都是主所定的安息日，请咱即时大家备办心，来准备来吟诗来学到咱的主。咱来献几新圣诗306首，新圣诗306首。我的心，你着学到主。咱来吟2摆。所以咱咧吟这首诗的时阵，咱要有喜乐的心来吟这首诗，用喜乐的心来学到咱的主。另外一首是159首，159首，主踮我心内，无惊吓自在。咱共款第一节来吟2摆哈。主踮我心内。自在，主做咱的光，只有伫咱头前的路站，主就是咱生命的亮光，所以咱来学了伊，感谢主，学了主，即时咱将时间交互敬拜赞美。咱要奉主的名开始今日的聚会甲敬拜。你相信耶稣是咱生命的亮光吗？阿你甲你的边仔的兄弟姊妹讲，耶稣是咱生命的亮光。耶稣是咱生命的亮光。好，咱正起立。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狂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它是我生命中心的力，使我抬头高昂。它是
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要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它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它使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赞美神，他使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它使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哈利路亚，将一切掌声归给咱的主。轻轻听，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专心听主的声。轻轻听，伊要轻轻听，我的牧者聆听我的声。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专心听主的声。轻轻听，伊要轻轻听，我的牧者聆听我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心只听咱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的羊聆听伊的声。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专心听主的声。轻轻听，伊要轻轻听，我的牧者聆听我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心只听咱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的羊聆听伊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心只听咱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的羊聆听伊的声。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专心听主的声。轻轻听，伊要轻轻听，我的牧者聆听我的声。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专心听主的声。轻轻听，伊要轻轻听，我的牧者聆听我的声。咱的牧者聆听咱的声，好不好？这是咱开嘴来祈祷，咱的主来祈祷，主你甲听咱的祈祷。哈利路亚！大家开声来祈祷，主啊，愿感谢你，你是阮的大牧者，伫阮软弱的时，你来扶持阮。主啊，愿感谢你，阮一生要跟着你。主啊，你是阮性命的主，阮一届伫咧众人的面前，阮举起阮的双手来宣告。主啊，你是阮的牧者，主，阮将阮的需要，将阮的软弱交托伫主你的身手，求你来扶持帮助。是啦，主啊，阮有时会背逆，阮有时会举家己做熬，总是我无听见主你的声。主啊，赦免阮，嘛求圣神来帮助阮，互阮有一段安静的声音来听主对咱来讲话。主
主啊，恳求你，搁一摆对阮逐人的性命来讲话。有时阮祈祷了后，无来找求你的声，阮瓦靠的是阮的理智，阮瓦靠的是阮家己的脑。总是阮搁较仰望的是，阮会当亲自听伫上帝你教阮的性命来讲话。不管阮要向前，还是伫原地听候主你，求你互阮明明的指示。主啊，阮是人，阮的软弱，阮的犯罪，总是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要找求你，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帮助阮，互阮会当听见你疼痛的声。主，阮感谢你。
阮感谢你，耶稣基督为阮预定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洗阮的污秽，互阮会当搁一摆甲上帝你来和。主啊，阮伫困境甲绝望中，你犹原有充足的望伫阮的内面。求你圣神时时刻刻来对阮的性命讲话，互阮会当照着你的旨意来行。主帮助阮，互阮伫咧祈祷的时，甲主你会当有好的结连，会当听见主你对阮的讲话的声。阮感谢你，愿今日的敬拜，食做芳芳的祭，献到主你的面前，互你得到荣耀。阮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坐。就用感谢入伊的梦，用阿乐入伊的院，就感谢伊阿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阿门。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即时来吟诗学了咱的天父上帝，请咱来吟新圣诗306首，306首。我的心，你着学了主，请大家起立来吟，来吟2摆。我
请咱同心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荣耀的君王，我们用着谦卑感恩的心，我们用着心灵甲诚实，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吟诗敬拜，感谢学了主你，因为你有大疼痛，哦主，你有奇妙的所做，主啊，十字架顶的牺牲的疼，显明主你有无穷无尽的疼。主，阮知你满有慈悲怜悯，主你毋愿一人沉沦，你意爱阮人人悔改得救。主啊，阮是有罪的人，阮是无完全的人。主啊，检察阮有时阵无够敬虔，无够听你。主啊，检察阮信心无够，检察阮领心倒退。主啊，恳求主你来赦免阮，恳求主你用你的保血来洁净阮，互阮会当真做圣洁，会当伫主你的国度内面做主你的圣工，来宣扬主你的福音。主啊，求主你帮助阮明白，主你就是教会的头，圣经就是教会的权威。主啊，你的话就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主，你真做阮生命的亮光。主啊，有你真做阮生命的救主，阮就满有平安，满有盼望。主啊，感谢你真做阮的瓦靠，阮心就无惊吓自在。主啊，阮罗州教会150周年的庆典活动也陆陆续续在进行中。这重要的庆典是为着要来荣耀主你，求圣神大大做工，来恩膏伫阮教会的国成牧师、义娟牧师，互因有异象、有聪明智慧来带领中职以及正大家来去做阮的罗州教会，也帮助阮会当同心合意，第一即件重要的150周年的庆典，也伫阮罗州教会未来的发展，也求主你来帮赞，求主你将你美好的事来成就伫阮的罗州教会当中，互阮会当传承马街朴素的精神，勇敢来为主你来传福音做见证，愿主你的旨意会当得成，荣耀要归乎天父上帝，愿圣神甲阮众兄弟姊妹同在，互阮有平安、有盼望、有信心、喜乐。感谢阿罗主，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出名来求，阿门。这是请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45，启用文45，以赛亚书40章，伫新圣诗后壁1081页1081，我来替请兄弟姊妹来印。至圣的问，恁有啥物人亲像我？恁也捌看天，做声是上主，伊调集万军，送因的少爷。因为伊有大气力、大权量。雅各啊，你是怎样？我毋通讲。以色列啦，你是怎样？毋爱阮讲。你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
伊袂也袂善。野善的人，伊互因有元气；少年人拢为野善。做啥？毋过我替上主的人为定心得到喜乐，因为亲像鹰鸟体势悲悬。即时，咱要邀请同心团契来献诗。同心团契今日要献的诗是上大的瓦克，上大的瓦克。请咱即时三角起立。
咱甲去日咱要来做信仰的个别，用书读圣经来个别咱的信仰宣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对本着彼拉当人来受苦，领受的死，埋葬到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殿。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倒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即时来恭修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约拿书第4章。旧约约拿书第4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第8节。台语版本伫1022页，1022页。大家看，我来读。总是即个事，约拿真无欢喜，大大生气，就祈祷耶和华讲：耶和华啊，但求你，我伫本国的时，竟毋是安尼讲，所以我赶紧走去他施，因为我知你是稳定的上帝，充满怜悯，无快受气，有丰盛的慈爱。佮替迄所讲要降落的灾厄，耶和华，但求你赐我的性命，因为我死比活较好。耶和华讲：你安尼生气合理吗？第5节，你安尼约拿出城，坐伫城的东西，伫遐为家己搭寮啊，坐伫阴影下，爱要看迄个城到底怎样。耶和华上帝备办一张闭门，互伊发生，法官约拿做阴影遮伊的头壳，互伊免艰苦。约拿因为即处闭门大大欢喜，总是隔日天复光，上帝备办一尾虫，食迄张闭门得到高达。日出的时，上帝备办炎热的东风，搁日拍约拿的头壳，互伊昏去，伊就为家己求死，讲：我死比活较好。以上。这是请咱敬听的国成牧师来讲道。国成牧师今仔日所要讲道的题目是：是与愿一致吗？是与愿一致吗？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啊，真欢喜，咱慢慢接近咱150年释教的日子。啊，咱教会嘛有举办到伫淡水中学以及真理大学来伫遐看马街的脚迹，后有马街的坟墓啊，伊的牧师娘啊，张昌明的坟墓，以及伊的后代，以及到伫即个牛津学堂吼，牛津学堂，看遮个马街所留落，互咱的资产，特别是北部的台湾长老教会，互咱有遮个资产，互咱有遮个基础，就是讲伫150年，伊就甲咱拍落即个遮尔稳的地基，互咱会当到今仔日，那亲像下骹定军，顶面发展。一个活动拢有伊暖身也是热身的所在，吼，在事前爱准备。咱嘛看到咱的教会咱后壁咱已经有画即个彩画吼，咱的壁已经是彩色的，毋是白色的。
咱若讲肝若无好，人生安那黑白吼。这像吼，若彩色的表示讲，这个建筑物真有活力，互咱来画感谢这个同工，咱设计对于画图到构图到上色，到已经甲伊粉刷完成。咱的正和街嘛有一个广告，咱毋是敢若看到要竞选明年大选年，我看到什么人爱选举的人像，咱看到咱的人头嘛伫顶面但是有较细张感谢主即张有较细张啦所以咱有看到咱的面拢伫内底有诶较明显，但是有诶也较无明显不要紧，反正你的相片拢伫壁顶面，家己拍谱你水水的面伫顶面表示讲即个教会有人的所在就有就是教会啦即间教会是人上重要愿主使用帮助咱，这拢是咱事情的暖身热身。有机会咱当礼拜三去后壁看一个去边仔看一个，哇！即条中正路出入的人，一开始敢若无人注意，渐渐就有人去注意讲，才有一个篷布伫遐，有一个彩色的壁伫遐，安尼咱的教会就会得到人的注目。最近是真流行打卡啥物点景点，咱拢知影。恁拢去外口打卡，拢无伫教会打卡，所以以后你得爱甲你的人像附上去，然后打卡，然后按赞，然后开启什么小铃铛你们都会嘛所以愿上帝使用帮助咱。那亲像主菜要出来进前，哇，头前有一个啥物盘，有冷盘，有烧鸡热羹，食牛排进前有沙拉有浓汤，咱嘛爱准备咱家己。明仔载就是5月几号1号，哇，一个月阁要过去愿上帝使用帮助咱做三个来祈祷。听堂的主上帝，阮感谢了你，阮今仔日的礼拜诚侪你欢喜的节，伫你的面前你感纳，嘛，互阮的心诚侪，互你欢喜芳芳的节，愿主你来感纳阮。每一人伫你的面前所献的敬拜甲乐乐，互阮用诚实的心灵来到主你的面前，愿你来恩典来帮助来使用互阮，互阮领受主你互阮的真理，来帮助阮的人生。感谢了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约拿许大鱼食的故事，可能大家兄弟姊妹拢真熟。伫大鱼的腹肚内3暝3日了后，还佫有法度活，这真正讲是上帝安排。大自然的鱼是上帝安排。咱每一日，咱落雨日头，主拢咧看过。拄仔咱同心团契所吟的诗，互咱上大的活课，咱每一日拢有主来帮助咱。所以用那伊活着，伊就感觉真好，因为伊伫大鱼的腹肚内，伊有祈祷主。主啊，为什么我伫大鱼的腹肚内，我伫阴府的内面，主啊，你听我的祈祷。但是今日到伫咱所看的约拿书第4章，约拿嘛有祈祷，但是家祈祷佫是无相款的祈祷。约拿书3章有讲到有讲到这咱昨去到即个马街的即个坟墓咱真感谢即个熊牧师甲咱介绍，因为咱有一个柯清泰、郭清泰是咱教会上介早期的信徒，咱有看到伊的坟墓伫遐这嘛是讲我第一届看到真欢喜。咱看约拿书第3章，甲咱讲啥？耶和华第2摆话临到约拿，你起来去尼尼微迄个大城，我所命令你的，你来传互伊。迄个尼尼微城原本爱用3天较行会了的城。约拿一日就家行了，而且传悔改的信息，互王来改变，下令全城拢来遵守。约拿大概是旧约，我想是上界伟大的宣教师，因为伊去尼尼微城去传悔改的信息。如果你若讲保罗是新约时代上界大的宣教师，
安尼用那可能是具有有名的宣教师，因为千里迢迢来到尼尼微城，用一日就救了尼尼微城的人，而且互王悔改，佮穿满衫，然后伫遐悔改认罪。罗马书10章15节有甲咱讲，迄个传好事的福音的，伊的骹只水到怎样？迄个传福音的骹只是水到怎样？咱看约拿伫即个尼尼微城，伊传悔改的消息，若亲像诗篇68篇咧讲出发命令，迄个传好信息的人就归大阵。所以咱看着讲，今日互咱的信息。即个约拿是做真好的事，但是咱看今仔日咱的宣教150年敢有够，约拿一日就法度互全城的人悔改认罪，但是咱用150年也阁无法度互罗州的人悔改认罪，所以你也看一日甲150年差偌济，所以咱用偌济日子啊，150年敢若阁无够，咱来阁传福音也无够济，点礼拜。罗州的牧者也有做伙参加组织伫罗州的礼拜堂吼，罗州的礼拜堂吼，因伫地下室。我第一次去迄个教会，伫地下室，伫遐组织的时，讲罗州的基督徒比率到底偌济？就牧师分享讲，低于台湾的平均值啊吼。咱平均3.5，咱可能比3.5更较少小看，所以咱需要努力。所以用人的眼光来看。哇，约拿做真好的事，但是伫第3章应该就爱结束的事，为什么有第4章呢？第4章，我看到约拿生气，约拿生气啥？约拿为什么要生气呢？约拿敢若咧生气，讲为什么主无审判即个尼尼微城？所以表示伊的心还阁有反抗。伊第一次的反抗是，伊无爱去尼尼微城，伊走去他施，然后伫船顶迄个人迄落去大海，上帝怜悯伊找大鱼来，互伊伫大鱼的腹肚内3日。有人讲这是预言，耶稣伫坟墓3日啊。所以咱看约拿，互上帝来拯救，但是第4章上帝用伊的方法要来教导约拿，互伊知影讲恩典是出自上帝。互教育伊要安怎来改变、甲提升伊家己。当时咱咧想讲，即个事甲愿为当时互相违背时，互相无一致的时，这人就大生气。就亲像约拿为着安尼事，伊大无欢喜，大生气吼。第4章第1节，伊就讲，即个代志我真无欢喜，而且佫生气。当时这事甲愿无一致的时阵，咱家讲事与愿违，事甲愿无一致，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当这个事发生的时，咱要用安怎的心态来面对。咱亲像约拿生气吗？有可能。咱每一个人有可能埋怨环境，有可能怪东怪西，总是安尼的事，敢一定就互咱的心会平静。伫约拿书第1章第1节就开始讲，耶和华话临到。约拿，你去尼尼微迄个大城，遐个百姓来喊话，来传悔改的信息，因为因的歹已经到伫上帝面前，所以上帝是要使用约拿来传即个道理，但是约拿却走无共款的方向。有时安尼代志嘛发生伫咱的心上，事甲愿无法度一致的时，愿上帝咱帮助咱，互咱会当。来顺服，有当时事甲愿无一致的时，咱有当时会找无顺服的理由，会找真侪借口，亲像约拿一样。所以伫顺服的顶面，咱有时爱对付咱家己，咱爱对付咱家己。第一，咱爱对付咱家己的本位主义。所以咱只有顾家己，无顾别人的一种的本位主义，就亲像约拿，伊敢若顾伊家己啊。约拿无顾大局，但是上帝要互即个大局会当成，要救整个的尼尼微城，要救规个尼尼微城，但是约拿只有顾伊家己，所以伊往别个所在走，伊无要顾着尼尼微城的人。伊去做即件代志，有当时做了伊阁无欢喜，伊阁伫遐看讲到底尼尼微城有啥物改变？是上帝要怜悯，还是上帝要刑罚？
但是上帝喜乐伊的人民的时，伊煞大大来生气。所以有当时啊，咱爱对付咱家己的本位主义。如果上帝若无照咱的恩典的计划来行，要安怎？有当时啊，咱会对上帝不满；有当时啊，咱会对上帝生气。为什么是安尼？为什么是别人好，但是我拢无好？为什么我会拄着安尼的境遇？这是一种埋怨的人生。但是咱有时咱会亲像安尼，这就是用纳。当时啊，上帝是了，互遐个人爱得不配。为什么伊遮尔歹？上帝互伊恩典，啊，我遮尔好，上帝哪拢无互我恩典？所以愿上帝使用帮助咱，咱爱知影讲上帝是掌管即个世间。武汉肺炎 COVID-19 已经3年，明仔载就要降级以及要改善即防疫的指挥中心。即个组织已经差不多将近3年，了后要改善。要搁降级，3年来，敢有接着咱的计划来行？有真侪人的计划受到阻挡，想要开业，但是迄拄着消费形态的改变，店面实体消费减少，所以若即3年开店的拢倒足多，是毋是？创业拄着改变，消费形态的改变，逐个人无法度去店面消费，只有叫熊猫，叫 Uber， 但是带动即种外送的行业，实体店家的即种的消费减少，有人要去出国留学，但是安那机场无开，国门无开，留学的计划受到阻挡。有人伫国外得着染着病毒，送倒来台湾就医嘛有。有人的工作的计划，去互拍乱去，因为足侪公司放无薪假。有人去求学的计划受到阻挡，因为爱伫厝里视讯，无法度实体教育。安尼会当安尼其实有足侪学生拢是安那蒙混过关啊。我感觉讲，这旧年3年吼，有的学生啊拢伫厝吼，视讯其实拢甲关起来吼，画面拢关起来，安那做伊家己的代志。礼拜嘛视讯，所以有真侪计划拢受到阻挡。有人要结婚，叫餐厅无开，所以到即马也无法度结婚，敢若去登记那定。有人要去旅行，但是无法度出国。有人有健康的计划，但是因为安那煞较近，确诊，所以真侪无法度想象的代志，拢伫即3年发生，包括地震，包括战争。无法度预料的代志，伫即3年，敢若啥物代志拢发生。亲像耶稣所讲的，讲国要攻大国，然后有疫情、瘟疫，然后有大的地震，敢若是世界末日要到。但是明仔咱看着讲，疫情敢若要过去啊。所以，敢真侪拍乱遮的代志，难道就无有上帝恩典吗？我想即3年，真侪恩典嘛伫咱的心上。我看团契即3年拢出外，嘛无受到啥物种的大害影响啊！上帝帮助咱嘛要赢即150年，咱嘛是照安尼进度来行。所以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会慢慢去感受到即个政策慢慢松绑，即个政策慢慢落软了后，就完全解放。有当时咱就袂记得讲过去咱3年咱所发生的遮个代志。第二，咱有自私的看法，咱用那是真无愿意看到伊的对敌，就是尼尼米社，伊就是真无爱去尼尼米社，我就是真讨厌去尼尼米社，这就是用那的心，伊的想法。所以伊当看到尼尼米社的罪要受到讨伐的时，哇，伊就去当兵行，然后伫即个所在大寮啊底下，他是要看到底上帝要怎么做。所以伫遮看到讲无照伊家己的想法的时，伊来怪罪上帝。这种情形有当时啊，伊搁伫个本位主义，所以透过上帝教导，上帝要拯救约拿，互伊会当去拯救别人。伫大鱼甲伊拯救起来，然后伊要用伊来拯救人，但是伊
伊捌顺服去尼尼微城，但是伊看去尼尼微城的救赎，伊阁成做一个反叛的人，因为伊心内无愿意，所以就祈祷耶和华讲：耶和华，我伫本国的时，毋是安尼讲吗？我知影你是有恩典、有怜悯，无快受气，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呢，你会后悔来降落遮的灾厄。当用那个再一次祈祷的时，敢是真正是内心的祈祷？有可能是咧应付的祈祷。所以求上帝怜悯，伊是要上帝要透过安尼来甲伊责备，互伊醒起来，要甲伊教导伊，互伊明白，互伊明白。所以这个教育有当时啊是困难的，因为用那伊艰苦甲想要死，伊要用死讲，为什么主啊，你要救遐个人，你无要救阮的人？上帝要成做万百姓的祝福，所以当用那认为上帝无应该将恩典白白赏赐，或者系无信主的民族，但是真正上帝所要做的是要成做万国的祝福。要是阮互遐个来到主面前的人，当遮个人愿意悔改时，上帝就要将恩典互因。对犹太人来讲，咱嘛是外邦人，所以咱外邦人今仔日会当领受上帝互咱的恩典，这嘛是大大的恩惠。所以上帝教导，透过上帝的教导，要互伊知影讲，伊爱去救别人，伊爱去救别人。约拿书第4章第39、50度讲：耶和华，当你求要取我的性命，因为我死比我较好。但是耶和华甲伊讲：你安尼想起有合理吗？对安尼，约拿就出城，坐伫城的东势，伫遐搭寮伫阴暗的下面，要看即个城怎样。但是有即个笔麻伫遐来遮互伊感觉讲哦，遮尔凉，遮尔啊凉。遮尔啊清凉的即个所在，偌好啊！咱昨去到迄个牛津学堂遐吼，哇，有凉风，空气有够好诶，天气阁有够舒适，有做侪人讲哦，伫遮有够好诶，想要坐伫遐，住伫遐，吼。所以讲伫遐，上帝后来找虫，甲即个闭门啦，互伊死去。所以用咱着搁再一次伫遐咧受气，求上帝帮助咱。求上帝施恩，互咱用咱伫遐咧埋怨，伫遐咧埋怨环境，伫遐咧埋怨上帝。其实，伫个申命记22章有讲，当咱若看到咱兄弟的牛也是羊迷路的时，你兼会当作无看去吗？你的确着带因倒来到伫你遐。有当时咱看到兄弟姊妹迷失去，咱嘛爱紧甲伊带倒来教会。咱看到羊牛迷路去，咱袂当作无看去，爱甲伊牵倒来交互咱的兄弟。愿上帝帮助咱，咱毋通垫青讲，拢当作无看着。上帝就是要甲用那讲，你毋通垫青，当作你无看着，毋通吉空吉讲，当作你无看着。因为遮个百姓连正抢倒抢拢分无，所以你爱救因啊！上帝是要用那来救尼尼微城。互用咱会当搁再一次来醒悟，上帝是要用伊。第二，咱来透过上帝恩典来突破咱家己。足侪人会用死来解脱，因为活得真痛苦，但是死搁无勇气要安怎，想搁继续活落去。其实有当时咱人若一时想袂开，拢会安尼。愿上帝使用帮助咱，咱心内若有忧的人，咱无法度受到迄个刺激，总是求上帝，互咱会当。有喘气，毋是加足好吗？约拿是经过迄个死，本地爱死，上帝甲伊救回来。伊伫咧大鱼的内面3日，迄是啥物种的日子？无日头，无光，黑暗暗的所在，所以迄那亲像阴间。当这大鱼甲伊吐伫咧土沙大地顶面，约拿讲：真好，无容易，我活落来。所以咱人毋通真简单的来结束家己的性命，安尼是无好的。所以以利亚嘛有共款的作务。以利亚太阳遮个巴力了后，伊去对，伊互亚瑟伯甲伊警告，要甲亚瑟伯讲要甲伊杀。所以以利亚就赶紧起来走去对，
走去犹大的上界南边的所在，伫迄旷野的所在，伊伫遐行一日的路，来到一丛树骹，伊讲啊，我坐伫遮，主啊，你互我死好啊，因为我不如我的祖先。但是上帝安怎？上帝讲遐物件，你起来食，互你的性命会当去继续。上帝还要使用以利亚。伫约拿第4章第6节到第8节，咱嘛看到上帝安排一丛笔麻，这个笔麻呢，要来食伊，要来食伊的日头，但是上帝佫叫一只虫来，互一丛笔麻一日就孤单去，佫找东风来甲伊吹互伊，安那规丛拢孤单，拢无晓。约拿讲啊，我过去死比活佫较好。当上帝用热天、用虫来对付约拿的时，那亲像咱有时埋怨即个环境，即个好的光景，敢若一日若定。愿主是阮帮助咱，咱看到即丛笔麻最后孤单，最后打去。原来东风甲笔麻甲即个虫，拢是上帝要来考验约拿。要来考验约拿，要互伊知影讲，约拿，你毋通埋怨环境，你毋通埋怨食的，你阁生气，你阁埋怨，你阁想要逃离上帝吗？你爱好好反省、合适、顺服，你爱好好反省，你今日做真好的事。伫历史《三国演义》，咱讲，咱知影讲一件的事，就是诸葛亮甲周瑜的故事。周瑜晓诸葛亮甲伊气死，所以周瑜讲：既生瑜，又何生亮？你生了我，阁要生诸葛亮。所以当因两个人伫即个历史的大戏的顶面，吼，即历史真大的情景的下面，因两个伫遐较劲，因两个伫遐比较，最后周瑜晓诸葛亮甲伊气死吼。所以人比人会气死人，甚至会气死家己。诺贝尔，咱知影讲诺贝尔即个人，伊成立一个迄个诺贝尔有和平奖、有化学奖、有等等遮的物理奖，要互有文学奖，要互历史要互即个伫历史顶面有留落贡献的人，拢会当来领即个奖吼。咱知影伊细汉的时阵，伊读册嘛真贤读。但是呢，伊永远拢考第2名。啊，因同学有一个叫做伯奇吼，即个人吼伯记啊吼，伯记即个人吼，伫因班有够厉害，逐届拢考第1名，逐届拢第1名。啊，诺贝尔逐届拢第2名。啊，即个伯记呢，有一届呢，伊破病，啊，爱迄真长的病假，啊，有人就甲诺贝尔讲吼，咱即班第1名的吼。即摆破病啊吼，后来就是你第1名。安尼诺贝尔吼，伊嘛无因安尼欢喜，伊向上课甲伊的笔记拢抄落来，吼拢写落来，然后要考试进前呢，伊甲伊送去互即个簿记，这是我做的笔记来交互你，你嘛好好啊读册，咱做一个公平的竞争。后来考试了后呢，伊原嘛是簿记第1名，诺贝尔共款第2名，哦，这是真正学霸，哦，够厉害。但是当伊拢大汉了后，拢去食头路了后，诺贝尔诚做一个真杰出的化学家，伊发明了火药，了诚做真好野的人。伊要过身进前，甲伊所有的财产拢捐出来，诚做一个诺贝尔的基金。所以这个基金就互化学、物理、甲医学、甲文学、甲经济有贡献的人，拢会当来领即个奖，拢会当来领即个奖。所以全世界拢记得诺贝尔，但是咱知讲伊是全班第2名，啊，迄第1名的咧，嘛无人记得，嘛无人记得伊。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愿上帝是阮引带互咱知影讲，咱毋通去过头埋怨，毋免去过头去埋怨，上帝有伊的安排，互咱用咱的恩典来突破咱家己，咱无为着家己设想，咱来替别人设想。咱来知影讲，上帝使用咱，有当时啊嘛会帮助真侪人。愿上帝的恩典教育咱用恩典来突破咱家己。当咱面对无顺利的时，当咱面对挑战的时，
当咱面对一咧埋怨上帝时，约拿是咱上好的对照。咱三个来祈祷，主你使用约拿，互伊救了尼尼微城的人，总是伊有做无顺服的事。愿主你施恩帮助，伊埋怨，伊最后想要来结束伊家己的性命，来脱离家己的苦。主啊，恳求你，有时阮嘛会埋怨，过去3年嘛，互阮侪的挑战，但是阮知将来主你会用搁较好来补偿阮。愿主你互阮经过这3年的疫情，互阮知过去有侪的改变，互阮伫改变的内面，可以当领受上帝你互阮的恩典甲恩惠。伫改变的内面，佮互阮看见上帝你要佮咧引带即个世间。阮知有侪人因为染疫离开世间，主啊，恳求你。但是阮要知你拯救阮，阮今仔日要佮活着，为着佮较好的未来来迈进，来跑走，为着佮较好的将来，互阮做伙三角组织来敬拜上帝，来兴起阮的教会。因阮今年要经历150年，你互阮的恩典，恳求主你施恩引带。互阮嘛学习宣教师因所努力为心伫即个所在，互阮嘛会当想着讲，还佫有侪人还袂信主，需要阮来传道理、传真理，互因来明白。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诚做主你所用的器皿，来为主你做工，用咱互主你竞选，互主你使用。虽然伊有侪要得利的事，但是主你透过即丛变麻树，主你透过即只虫，你透过东风来，互约拿伊来试误，互伊知伊是主所用的器皿。主啊，帮助阮，当事实甲阮的愿望无法度一致的时，是阮无法度预料的时，愿上帝你嘛帮助阮，学习伫顺服的内面来领受上帝你互阮的恩典甲帮助。感谢阿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请咱即时来吟回应诗，回应诗159首，159首注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一
咱备办心来做奉献，请同工来执行。来吟奉献的诗。请咱即时三甲来读今仔日的要句。今仔日的要句是记载伫《申命记》22章第1节。咱台语来读2摆，来先来。你若看见你的兄弟的牛还是羊行袂路，你毋通见无看见，你会较互伊倒转来你兄弟遐。搁一摆。你若看见你的兄弟的牛还是羊行袂路，你毋通变无看见，你立刻就互伊倒转来你兄弟遐。申命记22章第1节。了解哈，点无看见，唔好点无看见，唔好点青的点。好，咱即时来看教会的消息报告。本会的消息哈，第一，本会设到150周年的庆祝活动哈，目前安排有第一，就是6月18号下晡设到150周年的感恩礼拜。第二，6月22号，泸州马街日，迄一天咱有开放互社区甲教会来参观咱泸州教会啊，到时有同工会来导览。第三是9月7日，礼拜日下晡设到150周年社区分享音乐会，请大家为以上的聚会献上守望祷告。第二。设到150周年活动，第一拄则牧师有秀影片互咱，影片互咱看，相片互咱看哈。咱教会后壁的外墙的彩绘，伫顶礼拜六甲顶礼拜日哈，有几位专职的同工甲主日学的学生哈，已经来彩绘完工，感谢主。第二，教会外墙的大型帆布哈。传承嘛，即个主导未来，伫昨昏拜六已经宣告，昨昏阮去参加东升团契活动，转来泸州教会了，看见已经甲帆布已经挂起哩啊！检查咱的每一个人的那个照片，较模糊美、朦胧美啦，朦胧美，拄则牧师介绍着吼，来，搁来第三。社教150周年的纪念 Polo 衫哈，若还未登记的吼，请伫楼骹来登记吼，每一人拢有一领吼，会去礼拜了后，若还未登记的，伫1楼去登记寸尺。第四，关怀探号，
咱要伫初五月初5的暗暝8点，要来探访春美节。春美节住伫八里，咱到时吼伫当天的暗时7点半伫教会来集合出发，吼。第5月初7，就是后主日的台语礼拜结束了后，来举行暑假韩国3一甲后会山教会，伫泸州的短宣啦，3一教会泸州短宣的暑假的宣达，一个装备的演习吼，请中级同工以及团体会长，欢迎有意愿参加的，拢一同来参加。讲员是郭成牧师，地点是伫教会1楼。第6 5月初7下晡主日，后主日的中昼12点20分来召开来中执会，请中级同工备办出席。时间改伫中昼12点20分吼，会记伫即个时间。那第7，巧兰姐妹5月初7后主日4点伊个西门店的乔迁的感恩礼拜，邀请兄弟姊妹会当来参与这个乔迁的感恩礼拜。那第9，请自行过目。第8，教会来预计伫5月14号母亲节合堂礼拜了后来举行亲子的家庭联谊会，欢迎厝内面若有幼儿囡仔，也是学龄前的小朋友，会当来参加，并请家长会当带4岁小朋友来参加5月14号母亲节这一日。第9，每个礼拜3都有读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会计报告请大家过目。那具体相通，请大家会当为着教会的具体，以及泸州教会说教，最重要的事工，请大家拢会当注意来为遮的欠安，也是需要代祷的，拢来伫灵修的时阵，也是想到的时阵，咱随时来为教会具体甲需要来祈祷。教界消息5月13号，这已经有公布伫楼骹公布啦。那还未报名，请今仔日去报名中级长职训练哈，请中级同工会当今仔日进前来报名。毋知牧师要阁补充报告无？咱咧迄个衫裤尽量爱去登记吼，爱去登记。咱后尾拜结束了后台语礼拜结束了，咱伫1楼，咱要为着暑假的短宣来做准备，嘛有一个准备。咱先了解即个短宣，咱嘛期待讲今年安尼诶宣教的事工伫咱诶泸州来进行。所以咱邀请兄弟姊妹拢会当来参加。来参加的人，咱中昼会准备便当，好无？所以甲边仔人讲，台语礼拜了后，恁若会使，拢会当留落来，咱先了解准备，过来咱6月就较无用，6月咱就爱进行要咱的150年，咱的150年释教。6月22会当甲你的行事历甲伊留落来。咱咧讲有咱的泸州马节日咱有咱的教会导览，咱会当做伙劳步来参加做伙拢莫尽量莫阁出去郊游啦，咱尽量全家拢来教会啊，阁带你的厝边朋友厝里的人，落来教会。迄天你着甲伊当作来教会导览，咱迄天咱要为着咱的教会来庆生，咱要有。咱本地讲3层的鸡卵糕，敢若讲即摆要追加到5层。所以你若人愈济，你就食着即个150年的鸡卵糕，咱是足好足欢喜嘛，咱会当去邀请咱的朋友做伙来参与。以上。
好，请咱来吟买变诗，上言买变诗399首，愿上主大人来，请咱起立来吟。吟诗煞，请咱的国成牧师来为咱祝祷。愿上主大人来，应点你心内。主的调为是天，甲你应同在。愿主应当免救你的主必宽待你。主相信保守你对己心，到永世愿上主大人爱，应点你心内。主的调规是天，甲你应同在。愿主心当免救你的主必宽待你。主相信保守你对己心，到永世代。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的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角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